白雙蒜欖角炒雞柳。黑蒜係新鮮生蒜喺高溫高濕嘅環境之下發酵而成嘅，係冇生蒜刺激性嘅味道，甜甜地，口感軟糯，可以剝皮即食，或者咧係用嚟煮餸都得㗎。我哋只用呢個葱白切段，雞髀肉咧挑去腳嘅筋位，切件再切條，用鹽、胡椒粉、糖、紹酒撈勻，加入蛋白、生粉水撈勻，加入油同麻油攪勻，放入雪櫃。黑蒜去衣切條，雞肉走油半分鐘，停油，爆香乾葱、蒜同埋薑，落鹽、葱、紅椒、黑蒜，讚酒，加入欖角同埋雞肉，最後落呢個生粉水埋芡，炒20秒，上菜。